转家有地非爱看。哦。请问咱台湾四界拢是土地公，是安怎足少看到土地婆咧？这个用人侵入，有陷阱土地婆较想要少，很少啦，正哦。哦，根本就无土地公。哦，这有困难呢。足侪人拢无去甲祭拜，无可能吧？南天路的关系。但是有诶嘛是拢有土地婆啊，有啦，有诶嘛是有啊，足少的啦。嘿，是有较少啦，啊是古早咱们要以古早讲，应该是重男轻女啦。是。但是呢，土地婆咱做土地公传播。真侪人无爱甲拜。真侪人无爱甲。为什么无爱甲拜呢？唔知啊。是啊。安尼就是重男轻女啊，敢唔是咧？那知影无可能不爱甲拜吧？对啊。是啊，知影就一定会甲拜啊。应该是比啊，哈？应该是无土地婆，迄是无土地婆，根本就无土地婆。好。哎嘛是可能哦，这嘛是可能啊，我觉得嘛是可能哦。好紧张。哎呦你，一了来3万甲摕起来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根本就无土地婆，哦，是不是？因为土地婆就是可能是人感觉土地公足够孤单的，来想象一个。所以确定，好，来咱来看，根本就无土地婆，对唔对？来，有时袂通想济，来这边，今日，阮是感觉第三，足侪人无法祭就喊你甲拜，确定好来，真侪人无你甲祭拜，对唔对？哎呦，分数甲加入去，容易记着1万咯。典故是安尼吼，迄当阵玉皇上帝吼，伊派土地公，因为封天孝土嘛，土地公是咱全台湾上济庙诶，迄个神啦吼，啊，所以伊过来会凡间要顾遮的百姓，伊就感觉讲要有一个疼心，所以要互大家拢众生平等，大家有钱公家趁，所以人是安那较爱拜初26做头做月拢要拜迄个土地公嘛吼，要互伊趁钱。毋过伊当初要入来的时吼，迄个土地婆就甲反对讲。哪有可能大家拢病好囝啦？啊，若好囝，啊，请问你好囝人，迄查某囝要嫁的是，到遐歹命人去甲因扛遐桥，所以伊是感觉讲5支针头啊伸出来都无病长，咱人无可能拢共款，是爱合作，毋管你做啥物工课，咱拢爱用一个欢喜心，啊，是讲一个对世人服务的心来去做。啊，毋过伊就因为安尼，啊讲嘛是有道理，结果入来了，人就感觉讲，这土地婆太会遮自私啦，啊，这较善良。较善的人、善车的人、善乡的人，就感觉讲，他拢无保护阮啊，所以渐渐就无去甲拜，嘿。